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晚安，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在点台语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赶紧带大家关心，这是婚林的高坑乡一栋透天的老厝，昨下晡3点钟，强强鬼倒起来。消防人员赶来到现场，发觉讲内底还阁有人，还未走出来，赶紧入去内底救人。落尾改在顺势把人救出来。详细情形，连线记者林书宏来带来了解。书宏。好了，主播各位观众，消防人员顺利从火场内协助20岁的林姓男子脱困，但他的脖子有5公分的伤痕，当场大量出血。救护人员立即协助止血包扎，赶紧将他抬上担架送往医院治疗。云林县古坑乡10号下午3点多发生这起民宅火警意外，幸好屋内一名阿嬷第一时间顺利逃出，没想到孙子却还受困屋内，着急不已，赶紧通报警消人员。所幸辖区消防队迅速派人到场救援，除了布水线灌救，同时进到火场内，在屋内的2楼通往3楼楼梯间发现受困的男子，20分钟内就顺利将他救出。那3楼就是2楼往3楼，就在3楼那个有个小的那个梯间哦。是躲在那里就对了，待援。我们是在那边发现的。那当时是意识是清楚的。清楚的。钟姐，有没有其他？是有类似玻璃割伤的那个伤势的，那到底怎么造成的，可能还要再调查。消防人员迅速将火势扑灭后，没有发生延烧，而林姓男子经过医院治疗，没有大碍。初步了解，起火点是位在1楼客厅的后方和室，至于起火原因，还有待调查厘清。以上是目前掌握的资讯，主播。多谢苏宏。另外，这个现场要来关心，为了要限制货车，也有 Uber 业者被当变做计程车载人。交通部定一个 Uber 条款，希望新历10月初6开始要来发。昨交通部部长林佳龙嘛在人面前讲到，希望时间会当搁再延长一个，互 Uber 这运将有一个春秋的时间，煞引起到计程车运将无欢喜，会再出动上千架计程车，豆豆经过行政院要来抗议。详细情形，咱继续交记者陆英玉来传来了解。英玉。好的，主播各位观众，我现在人是在行政院前面的忠孝东路上，可以看到现场一大早就聚集了不少的计程车来到这边。不过他们可不是要来载客人的哦，而是呢要来以这个低速慢行哦，不到时速20公里的速度来包围行政院表达抗议。抗议的就是因为这个行政院哦，现在呢是同意让这个 Uber 条款原本预计是下个月6号就要正式执法，不过现在是同意这个 Uber 司机呢可以给予这个缓冲期，引发了计程车司机不满。我们先来听一下稍早访问。Uber 的103之1条款生效之后 ，Uber 现行的营运模式已经是确定违法，但是当时已经考量了 Uber 驾驶的生计问题，所以已经给了4个月的缓冲期，没有取缔。那没有取缔的情况底下，这个是违法又可以继续营业，这本来是极度例外的情况。应该要尽量的减少这种情形，结果没想到交通部竟然在无预警的状况底下，再度宣布延长了所谓的违法营运期。俗称这个 Uber 条款哦，其实原本呢就是要限制这个 Uber 司机可以在这个上路之前呢来考取职业登记证来合法上路，也希望借由这样的条款呢来协助这个代雇司机以及租赁业者的转型。不过呢，却有这个 Uber 司机其实在不久之前是来向交通部来澄清，表示呢这个考取这个登记证的场次实在是太少了，以至于有很多司机呢现在是还没有考到登记证，没有办法合法上路。面对下个月6号就要开罚哦，实在是无路可走。但是现在政府同意给予这个缓冲期呢，也让这个计程车司机相当的不满，认为政府是言而无信。现在呢，双方各说各话，也考验接下来政府的处理。以上是我们在现场掌握到的最新情况，先把时间镜头交还棚内。多谢英业，咱咧讲做生意好气生财，白白开花店咧拼生意，头家煞举讲推啊亲门大户去隔壁店咧543，拢互监视器翕到看见见。详细情形继续交记者杜医生来传来了解。医生。好，主播观众可以看到画面中，一名戴红帽的男子一进花店后就怒气冲冲，手持榔头上前怒打男店员。当时一旁老板娘见状，赶紧上前来制止，3人扭打成一团。最后附近民众也一同上前来帮忙，将这名男子压制在地，赶紧报警。
事发在10号中午11点多，在新北市树林保安街上的传统市场，这名持榔头攻击的王姓男子，因为和隔壁经营花店的老板同行相忌，时常为了摆摊起口角冲突。这次疑似因为听见花店老板对外放话，要求花盘农商拒卖花卉给他摆摊，导致男子气愤不满，才持榔头到吴姓男子的花店理论。所幸老板送医后没有大碍，随后警方接获通报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讯后依重伤害罪嫌移送法办。以上就是这位掌握到最新情形，主播。多谢医生，社会司继续要来看到新北市一个姓林的查甫人，昨下晡桥倒摆，经过新庄的民安路，敢若含一个计程车运将伫咧起配面，双方煞变做伫咧起骹动手，煞来要来拍这个计程车运将。有一个姓庄的查甫人经过，路见不平，气死迎人，要来做公亲，煞颠倒互对方举开山刀甲伊恐吓，要甲伊抬，煞来搁再举刀仔扑入后倒摆，看到人心惊胆惊，赶紧报案。警察赶来到现场，无偌久，随甲抓起来。刀仔举起来，就位机车顶下扑落，这个查甫人徛伫路边，对准电动机车一直扑。车卡互扑甲跪地落下来，不过伊也是唔肯煞，为机车椅座顶的一直挂，尾啊，警察赶来才甲人带走。时间登记1点仔，机车的车主才拄甲车停好尔，这个查甫人就递过来，为机车内底拿一支刀仔出来要扑人的款，对方看到惊甲赶紧走，结果对方佫约过来，过无偌久就佫走转去，开始用刀仔扑机车，扑完了后佫翕相，实在有够悍。嫌疑人他就直接拍打前面计程车这样。那我们当然是按个喇叭，然后跟他示警叫他下来，但是也没想到说对方他下来的时候，他的车厢里面就是准备2把开山刀。电动机车变甲密密麻麻，被害查甫人就无奈的。双方到底是有啥物冤仇？原来10号晚暗5点外，姓林的查甫人甲客人车运将发生行车纠纷，伊起甲用手拍客人车，姓庄的民众看到，就过去甲运将斗相共，互姓林的查甫人感觉真袂爽，为机车内底拿一支刀仔出来，姓庄的民众看到惊甲走去，结果对方就用刀仔扑伊的机车。足球无倒人丢倒又倒来，人都无丢，我倒来。看到一支刀仔遐尼大支，互民众惊甲要死，行车的纠纷变做用刀仔扑机车的事件。姓林的嫌犯唔但妨告毁损，佮因为违反社会法，互警察抓起来。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有人认为喊挂挂，继续来看到高雄这老母这个月初7带2个后生来到新竹一间女社大门，结果2月晚间互壁的铁钉仔插到，一个甲女社反映，对方甲他讲一句失礼，就想要过了身煞了代，代志一个逼出来，女社才赶紧回失礼，嘛处罚4角擦的员工，另外退这个大门费用2000块给当事者，规个房间嘛搁再修理好势。那你要干嘛？壁顶的这支钉仔飞出来有3公分长，就是这支钉仔，互2岁查甫囡仔喙唇受伤。我还在这边被撞到的，我发现说，我想说这是什么，我也好奇，我把它拉出来看，钉子长度大概有3公分这么长，还有些是被包在就是地址里面的钉。妈妈就唔甘的，这个月7号带2个后生去新竹这间旅馆住。迄当阵妈妈咧替大汉后生洗身躯，2岁细汉后生煞雄雄放声吼走落来，手举壁顶的钉仔讲弄着足疼的。这个时阵查甫囡仔喙唇已经流血啊，落尾赶紧甲旅馆的人反映，不过妈妈指控讲对方敢若讲一声失礼就无去处理啊。不能处理，我告诉他们，但是他们没有积极处理，他们并告诉我说好，我知道，抱歉的，就这样。旅馆处理的态度，互这个妈妈气甲要死，甲过程抛弃网络。这支旅馆的安检有问题，真侪网友嘛拢留言讲有够危险的。好佳在目睭无受伤，有人讲无应该互钉仔走出来，这是安全的问题。嘛有人感觉旅馆危机处理的能力有问题。代志爆出来了后，业者赶紧向这个妈妈回失礼，强调已经甲有问题房间整理好啊。嘛处罚迄天迄个员工，另外嘛愿意甲迄天2000块的房间钱退互这个妈妈，未来会搁加强房间的检查，避免搁发生同款的意外。民众欢欢喜喜出去佚佗，煞意外因为房间内底走出来钉仔受伤，嘛互佚佗的好心情拢拍歹去。记者综合报道。
同款嘛是跟囡仔安全有关系，要来关心咱台视新闻的独家报道。来看到新北市土城综合运动场囡仔佚佗区，互人乌白破坏，安全的保护网1个月来互人加长4届。区公所一日派人修理好势了，结果过天工搁再断。时代骂讲安尼实在真恶质，真不应该。万不利若是害人着伤，安尼就搁较吃亏。区公所即摆已经赶紧报警察来处理，嘛已经打告示，一切拢是依法来办。最新玩法。囡仔爬悬爬低，耍甲真欢喜。今朝甲看囡仔爬去你架顶诶，就算脚无细哩，大无好势，嘛免惊会摔落来。就是因为下骹有防护网啊，毋过今嘛煞有人挑工来破坏这个防护网啊。好好的防护网啊，破一坑真大坑，锁啊真明显，互人挂登去。家长根本无法度放心，互囡仔来耍。上憾的是，这款的情形佫毋若发生一届，地点就伫新北市土城的综合运动场内底。8月中，互人破坏了后，22号区公所就派人去修理，到24号佫互人破坏，结果26号才修理好尔。28号防护网啊，就佫互人挂登去，过长工才修理好，到暗时就佫登去。一个月小连续4届互人破坏，修理佫较侪届嘛无路用，互区公所气甲规巴都火，大告示出来讲，违法的人一定会甲罚班。网子啊，它是破掉的，或是没有网子，你敢玩吗？不敢，容易掉下去。过分了，好的破坏，那心理变态的。给小孩子玩的东西，你把它破坏掉，那就惊会发生意外，看到无防护网啊，大部分的家长拢禁止囡仔去耍。防护网啊修理好了后，佫互人破坏，即马区公所已经报警处理啊。掉下来不就危险了？可能还是要了解是不是，可能那边是不是要装个监视器，然后至少知道那个人是谁。家长批评讲有够恶质的，真无公德心，含囡仔耍的游乐设施嘛要破坏，即马干那希望会当伫附近加安监视器，甲破坏公物的人找出来。记者综合报道。咱咧讲，你有你的关门价，我嘛有我的跳墙法。来关心中国大陆宣布暂停开放大陆游客来到咱台湾自由行，嘛加减影响到咱的观光市场。行政院已经设2部扩大秋冬国民旅游补助的办法，刷来按算要甲公务人员，即公务人员的国民旅游卡使用的限制，嘛要甲伊放较凌厉。照即卖规定，国民旅游卡的金额，一个人1年16000块，其中8000块一定爱用伫咧大暝。公务人员若是普通时要入卡消费，都爱请假请半工。行政院即嘛是按算要甲用的时间甲伊放较凌厉。公务人员就算毋是休困日，嘛会当来入卡消费。按算9月底就会当正式公布，明年新历1月初1正式开始，希望会当拼咱台湾旅游观光胜利。讲到旅游，继续要来关心后日拜5，就是中秋节3天连假。公路总局嘛先预告讲，可能会塞车的路段，也有时间。若是咱看到国道1号一寡路段，也有畅管线、省道，也有车拢有可能会有叉的情形。另外，咱看到苏花公路、南环公路，另外有台64线、台65线、台74线拢在内，也有这个观光风景区，就是日月潭、这个瑞丰到福隆、清境农场，也有咱看到，若是干那安尼尔。各大游乐场同款嘛是要特别注意一寡人员车路，就是这个六福村，也有剑湖山、小人国、二代世界在内。公路总局呼吁民众，不管是要注意上新的路况，安尼才会当闪开塞车的路段。中秋连假就要到啊，3天的假期，有人会回去故乡，嘛有人要把握时间去佚佗。公路总局就先预估有可能会塞车的路段。大概预估今年会塞车的路段，应该主要还是苏花公路。苏花改的部分，另外就是我们南部的这个南回公路的部分。那国道一部分的路段有可能会塞得真严重。公路总局嘛整理16条省道、甲13个地方政府的大型活动、甲观光景点，拢有可能会塞。省道方面，东西向主要的道路，包括苏花公路、南回公路等等，佮有接去高速公路的路段，像讲台64线、台65线，佮有搭客接国道5号的路段，嘛拢有可能会塞。另外景点包括北海花、福隆、清境农场、日月潭这些所在，人嘛拢有可能会真济。游乐园当然嘛爱注意，其中上行的六福村、小林谷、剑湖山、甲二代世界边仔的路，嘛有可能会大塞车。像国道下来要到苏花公路苏花改起点这个路段，像他就可以去这个选择像走台2线或是台9线。若使替代道路闪过塞车，另外买当加坐大众交通工具会有优惠。若要去你国道的人爱注意。连假的头一天是车上多的时阵，预估会有128万车公里，掌握上新的交通消息，避免出门塞地路的。记者综合报道。
另外，这个上新的统计数字要来看到，癌症会当讲是台湾10个上届严重死亡原因排头名。健保伫咧癌症医疗的支出费用，嘛是一年比一年搁较济。来看到经济统计，去年健保癌症的医疗费用开销，头一届超过2000亿。其中，咱看到开上届侪钱的，头一名就是肺癌，超过150亿。那第二名是磷癌，支出的费用差不多143亿。另外第3名是大肠癌，第4名是肝癌，第5名是口腔癌。不过，若是看治疗癌症的人数来看，去年治疗磷癌的人上届多，拢总134000人。若治疗肺癌的人有65000人，排第4名。健保署嘛讲到，接下来会来推测各病院癌症存活率的资料，互民众来参考，嘛会当锁定各种治疗癌症的效果，好好来分配健保的资源。癌症连续32年排伫个这个国人10大死因的头坎。根据健保署的统计，健保伫个癌症医疗费用的支出是一年比一年较悬，从2014年的782亿，一直升到2017年的超过900亿，到去年已经突破1000亿，来到1045亿。会有这悬的费用，原因是因为高龄化，甲这个国内大量来引进高级的医疗器材，特别是开伫个治疗肺癌的医疗费用上悬。目前看起来是肺癌占的比较大的比例了，其实很多因素啦哈。那当然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是空气的污染的程度也是一个考量哈。来看去年健保癌症的医疗费用的支出，排头坎的就是肺癌，简单这项就开150亿。其他亲像磷癌、大肠癌、直肠癌，还佫有肝癌，这嘛拢破几百亿。就算讲开上济是这个肺癌的治疗，不过若是以癌症患者来甲看，去年是这个磷癌的患者上济，有134000人。排第2名是这个大肠直肠癌，嘛有10万外人。治疗肺癌的有65000人，排第4坎。不过是安怎这个肺癌的医疗费用会遮济呢？肺癌的一些治疗的药物目前有一些效果相当的好我们健保署都提供这样的一个治疗嘛所以说有时候到单项的费用高的时候，虽然人数没那么多，费用也高啦。健保署伫今年会来策动这个各病院癌症存活率的资料。通来予民众参考，同时嘛来掌握健保资源分配状况。另外，要安怎来降低癌症的致患率，或者是搁来增加癌症的体检服务，减少癌症治疗费用的支出，相关单位都爱搁来超测讨论咯。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医疗的消息，来看到治疗细菌霾菌有上新的发现。科技部和海洋大学做伙研究，发觉到一款草啊，若是利用特殊创回烧处理过，就会当做一款生物的活性炭。这款的活性炭会当透细菌霾菌对抗病毒。团队经过实验的证实讲，生物的活性炭若是运用伫咧治疗超级细菌感染的这个空喙，会当控制细菌率到99%，空喙要好的速度嘛是一般抗菌剂的2倍。大火一个开，中药先甲摕落去转，汉软的草本中药就大功告成，受到老祖先这个中药智慧的启发。有研究团队发现讲，会当从特定有医疗效果的食物内底来甲制造天然草本生物的活性炭。这通运用伫个抗菌、抗病毒的这个相关的产业顶端。你不同加热处理，你得到的活性成分就不一样，如肠病毒起始异型感染的抑制，另外一种是在有一些甚至连超级细菌都可以抑制作用。若甲透过特定的加热方法，安尼会当甲天然抗菌的材料，甲整做活性炭。以黄姜来讲，若是黄姜素甲控制伫个100度到300度来甲加热，搁来用特定的技术，安尼就会当来甲制成这个姜黄的生物炭。研究团队把这个姜黄的生物炭，甲运用伫个当病毒71型的这个治疗顶悬，发现讲会当安尼有效来压制这个病毒。若是搁进一步来甲追踪，会当发现到，因为这个生物的活性炭是对这个草本食物来甲处出来，所摆伊的生物性的这个毒上低，也佫有关生物烧肉性的特点，所以就较袂引起这个药物的发放的现象。若是甲用伫个这个空喙的膏疗顶悬，安尼就会当比一般的抗菌剂，互空喙生肉的速度上少加紧买2倍。人体的话，我们现在唯一要走的就是预防作用，举例做成喷剂或者是吸收剂，这个是可以的，这进入商品化会比较快。目前第一阶段商品化会以农畜水产品为主，打造无抗生素的养殖环境。另外一部分嘛来制造这个预防病毒、细菌的喷雾甲洗手剂，也若用来做膏疗这个药品，是后一阶段的目标。希望这个草本食物的新科技会当有效来治菌。记者综合报道。
中秋这段时间，平湖蚵仔嘛大出，一粒青甜又搁大粒的蚵仔，经过买蚵仔的人特别见过了，唔免煮就当直接青食。青甜的口味，互人蚵仔介得志。不如过因为今年气候的关系较热，蚵仔生长的速度嘛较慢，规个产量和旧年比起来变较少，引起到有壳的蚵仔即嘛计销一斤65块。想要伫咧中秋节烘肉的人，安尼就要加价一丝仔钱。这位姊啊，莫干那顾咧食，紧互全世界拢知影，你食过上好食的蚵仔伫倒位？真的太好吃了，我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鹅啊！超级大粒的蚵仔食落去，青佮甜的好滋味，互民众笑甲嘴啊里塞塞。当着时的平湖的蚵仔，真正互人蚵仔介得志。不过骹手手慢的人可能就食袂到啊，因为今年平湖的蚵仔受到气温的影响，产量甲过去比起来减真多。往年到这个时候的时候，蚵仔已经算说品质不错，然后大小也比较大一点。今年到现在都还很小。因为天气收热，蚵仔咧大的速度变慢，所以产量才会比旧年较少。不过为着一年产值有9亿个水产，饲蚵仔的总动员，伫平湖就有96公顷的海域用来饲蚵仔。但年的秋天配合民众中秋节小烘肉，业绩拢加3成到4成。饲蚵仔嘛拢趁这个时阵拼出货，要好好赚一条啊。澎湖的海水环境啊，因为没有污染，同时它的盐度是比台湾的平均盐度大概高2度。平湖的蚵仔会遮尔有名，就是因为平湖的海水的咸度比普通的海水低2度，加上水质无污染，所以才会当甲蚵仔饲甲水阁好食。虽然今年的蚵仔产量较少，不过大壳的蚵仔一斤也是共款，差不多65块。民众想要伫中秋节食到蚵仔，骹手就要较紧的。记者综合报道。5号世界大代志来关心，顶礼拜斯里兰卡一场宗教的庆典发生枪甲人打着伤的案例，在地办一个佛爷节枪的游行活动，一只枪敢若因为音乐放送一个伤过大声，也有人一个这杀来杀去，着惊一个，阵啊冲入去一阵人内底，规个过程害这个徛枪的人，共款嘛是跋落来到涂骹，拢总引起18人着伤。起浪的大枪动嘛动袂牢。这枪伊分尸顶员阁满正水的这个砖滩，雄雄走入去人丁内底，就亲像铁架车咧开路共款。It got startled during a religious procession. Charges through that crowd there. Several people were trampled. 大枪卡车片的枪斧嘛，摔伫咧涂骹，差一丝啊，就互枪打着。不过边仔围观的这个民众，阁无遐尼好运。互大枪攻击到的大人甲囡仔。已经唔知人去人跟去救护车咯。这个事件是发生伫个初七，伫斯里兰卡的一场佛教的庆典。对影片来甲看，这只大枪敢若亲像是因为音乐伤过大声，佮加上后壁的民众咧甲杀，才去吓惊到。动物的本性就开始掠狂起浪。伫个路边都会当看到民众摕这个火把，要来甲喊这只大枪。These horrifying visuals of an elephant going rogue during a street parade in Sri Lanka's Kotte. 斯里兰卡年度这个佛教盛事佛爷节有枪咧世界游行，不过1万年啊煞拢变的，拢总造成18人受伤。In Sri Lanka, a 70-year-old elephant has been withdrawn from a much-anticipated festival. 伫今年的8月，3比8的老枪被逼来参加佛爷节，就互这个动保团体来甲抗议。大枪伫斯里兰卡甲印度，虽然讲互人当作是神的这个象征，便若到佛爷节时阵，又搁正做主人展现伊的尊贵地位的一个看头，甲枪甲打扮甲真出桥来游行。不过伫音乐甲人克人的情况下，伊压力真大，煞来失去控制，这个案件常常看到。安尼嘛，互当地人开始思考讲，维持传统甲来保护大枪，这个当中是要安怎来甲准则？记者综合报道。人咧讲英雄出少年，来看到加拿大有现实版的《名侦探柯南》。一个13岁少年家仔伫咧湖边耍的时，发觉到有一台车内沉入去水底，伊反应真紧，骹手嘛真猛，赶紧冲水面入去水底，甲画面翕落来。落尾斗相共警察破这件27年前失踪的案件。加拿大13岁少年囡仔威伦卡，伊早这个 GoPro 冲落去水底的时阵，录到的影像，正做解开27年来悬案的关键画面。I always like to question things. If there was something that could have helped anyone, it's
why not？ 威伦卡进前伫这个湖咧耍的时阵，伊有发觉到讲，敢若亲像有车沉在内底，就赶紧来通报警方。不过警方对这个湖面啥嘛看袂到，所以这个威伦卡伊总啊头壳一个变巧，伊就炸 GoPro 冲水落去湖内底来翕到这个车的画面。尾啊，警方佫甲这个连伫个湖内底的这个车甲扭起来，而且佫伫个车内发现到一个女性的尸体。Came back to a missing persons back in 1992. We were very surprised because it had been so long. 警方调查出这个车内女性的这个身份是1992年的时阵，伊开车要去雅碧特省来参加婚礼，说离奇失踪去69岁的这个查某人法理师。警方研判讲，伊当年有可能是为着要来闪避这个动物，也是讲其他的原因，车煞来失去控制，弄入去湖内底。目前查无其他犯罪的现象。法理师的囝嘛表示讲，总算会当找到因老母的大体。这27年来，嘛，互伊免阁糟心咯。I couldn't imagine what it'd be like for that many years not understanding whatever happened to a loved one. 威伦卡以前细汉的时阵，就真介意这个推理的思考。伊心内若是有要疑，就会随时来提出问题。即便伊小卒啊入大宫，协助警方来破案，连警方嘛学了讲，后摆要甲招伊来做警探。记者综合报道。或者心情来看到澳洲这个专门做咖啡球花艺术家，利用七彩的真色素做轻的立体，伊会当经纪人客需要做无同款造型球花图，看起来五花杂色，互人也袂啉，就敢若看心凉鼻透开。只一下仔囝尔，就完成七彩的咖啡球花，安尼看到规工的心情做一个好起来。这个澳洲的球花艺术家 Emily， 伊利用七彩的实用色素来创作这个奇妙的球花作品，这嘛互伊称作这个咖啡艺术大师的冠军。Emily is certainly no stranger to this. She is the former latte art champ of the Queensland Australian Specialty Coffee Association. 唔拿这个一般的彩琴球花 ，Emily 佫会当创作造型图案，亲像单碟经典的这个艋舺角色龙鸟，也是讲生日鸡卵糕、圣诞树、细人红啊，甚至讲连树枝顶悬的鸟啊，这无同的造型拢可以袂倒。伊佫会当改变咖啡的基底，制作亲像这个暗暝青光的拿铁，也是讲这个黑暗版的天鹅湖。便若是你人客想会到的 ，Emily 伊拢做会出来。It's a clever way to brighten up your day, reminiscent of this 90s popsicle commercial. The colors also took over. The colors, Duke, the colors. Emily 伊目前伫个布里斯本一间咖啡厅咧上班，伊的彩琴拿铁咖啡会当互真侪上班族伫咧这个 Monday Brew 郁卒的拜日来变做彩色的。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继续要带大家关心中秋真侪人爱烘肉，烘肉就嘛特别注意，因为内底一款物质可能会较会去致着癌症。大家好，我是张轩瑞。有时候爱情来了，挡也挡不住，但是是你的吗？一边喜欢，一边发现，也因为喜欢你，我才真正的认识了我自己。爱一个人，从来都不是对方的事，是自己的事。慢慢你就会懂。一起努力吧，我的男孩。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我的男孩》。这跟发现是我追车人好像同一个人。你上次说的那个钱，银行说暂时不能动。究竟现金8000万，又要怎么躲得过机场的安全检查？腾盛银行什么时候才会做一个说明呢？立刻找到一个可以转移话题的焦点。小江大一个，他大一笔一定会来耶！不是海南机关枪吧？我刚刚接收到一个爆料，你们要赶快弄下去追一下。有没有啊？赶快拍，赶快拍！每周五晚间10点，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罗小飞，我要开始爱你了。2017新时代优质偶。台
台语文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今仔日要来跟大家小解一日，咱做伙来看到这日就是论，论就是会行会带的意思，像讲伊无咧论什么人，就是伊无伫咧行半人的意思。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咱做伙看到，这就是行论，这个意思就是讲会行的意思。第二个词叫做论场，代表上台出场会小可惊惊、小可胆胆、较无信心。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甲做伙。比如讲，老师为了要训练学生囡仔上台比赛，较袂论场，特别叫因大家拢爱上台一届，安尼看到台下的观众就较袂惊论，才会当摕到好成绩。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论，提供予大家参考。继续要带大家看到一寡人较爱啉有精神的能量饮料，都要特别注意，有可能会拍歹身体。因为根据当时基金会上新的调查，高中学生到大学生有60成的人拢捌啉过这款能量的饮料。不过内底有4成1的人，唔是想要提神才啉，是想要啉就啉，把能量饮料当作是一般的量的。调查嘛发觉讲，市面里咧卖24款的能量饮料，一半拢是掺糖量伤过济，也就是超过少年囡仔一天需要的量。有的内底有加鼻因，一罐就超过100毫克，也就是讲啉一罐就超量，啉伤过济，当然对身体无好。感觉野神的时阵，你敢会想要来一罐能量饮料来提神呢？不过医生提醒讲，特别是这个青少年，真正就唔通乱啉，因为这个提神的饮料内底有加鼻因，假使讲若是啉伤过头。安尼唔但袂当提神，还佫会伤脑。长期如果说摄取到咖啡因的部分呢，会影响到他们脑部跟智力的发育。根据当时基金会调查，伫国中甲大学的这个学生，各有60成人拢捌啉过这个能量饮料，也就是提神的。其中有4成1的人是愈啉愈想要啉。若是以加拿大卫生署的标准来甲看，13岁以上的这个青少年，逐工每公斤体重的这个咖啡因的摄取量，袂使超过2.5毫克。若以40公斤重的这个学童来算，逐工啉的这个咖啡因的加量，袂当超过100毫克。不过，伫市面上顶悬，真侪这个啉提神的饮料，啉一罐就超标过啊！都连糖的加量嘛是伤悬。美国心脏协会建议2到18岁的青少年，其实每天的添加糖摄取量不要超过25公克。24款的能量饮料有超过半数的能量饮料含的添加糖量是超过25公克。其实目前，亲像这个英国托尼基这个国家，拢已经有明文来禁止卖提神的饮料来，互这个青少年甲囡仔。也若咱台湾针对二小咖啡因的摄取量，目前国健署还佫含这个食药署做伙来研议，伫咧法规制定进程。除了青少年这个囡仔囤，家己个爱较呛喙咧，家长嘛都爱来斗把关。爱避免互这个囡仔啉伤过济这种饮料，若无是会愈啉愈伤身体。记者综合报道。中秋也有真侪人准备要烘肉，烘肉嘛特别注意健康食法日，特别来关心健康的话题。咱一般人的印象就是食烘的物件，较会去治疗癌症。即马有营养师讲到，烘肉酱内底有一款糖分，若是去温到肉或者是蛋白质，经过高温一个烘了后，就会产生一款叫做糖化酱产物的物质，较会甲咱人的身体内底好的蛋白质相夹，引起到蛋白质变质的情形，嘛会去影响到胰岛素的运作，嘛有可能引起到心血管的症头。营养师建议讲，若是想要食烘肉，尽量莫去温这个烘肉酱，或者是会当先用柠檬汁，或者是醋来甲下肉先生过，安尼就较袂产生到致癌的物质。过几天就是中秋节啦，准备要烘肉的民众爱注意，若是用的烘肉酱内底有糖，拄到肉内底蛋白质，佮经过高温烘过了后，就会产生一种有害的物质。它会形成所谓的糖化的这种产物，它是会造成所谓的，比如说像皮肤老化，然后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的一个产生。营养师解说讲，有蛋白质甲优质的牛肉也是猪肉，若是肉有还原糖，像讲果糖、白沙赤沙、麦芽糖，这成分的酱料，佮用120度的高温烘过，就会产生一种叫做糖化酱产物的物质。这种物质会甲咱人体内蛋白质相夹，让蛋白质变质变做较大的分子，安尼蛋白质就较歹代谢。这个时阵，因为无法度产生加质蛋白，就会互皮肤变歹，更有可能引起心血管的病。另外，嘛影响胰岛素，互血糖变甲无稳定。中秋节也是想要烘肉的民众要安全才好。先把这些肉先用醋跟柠檬汁，这2个是做解毒的，先腌制过。那我们发现这个腌制过之后呢，它会去阻断这个 AGEs 的生成。
乃当用醋柠檬汁先甲肉洗过了后，再过来烘，卖当甲肉甲蒜头还是大头葱做伙食，靠内底多粉和汤化中产物较袂产生。营养师嘛建议烘卖时阵上好卖用蛤蟆酱，啉无糖的茶代替有糖的饮料，安尼才袂食到伤侪有害的物质。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到金鳌出国比赛摕金牌公赢倒转来，这是台东巴拉雅拜部落16个阿美斯少年家组织一个爬龙船的队，进前来到韩国釜山参加国际爬龙船的比赛，摕到一块金牌和一块银牌，名声烫四海。会当讲是咱台湾原住民之光。这个队员普通时咧训练的时，拢是劳心百百，吃苦当做吃补，真无简单才摕到这么大的光彩。站住！外口的民众大声喊加油，内底选手过来咧爬龙船，尾啊头一个冲过终点。比赛结果出来，代表台湾的台东巴拉雅拜龙船队摕到金牌。摕台湾的国旗冲起哩颁奖台，台湾阿美族的16个少年人来到韩国釜山参加比赛，摕到一金一银的好成绩。不过其实因拄成立的时阵，阁有一段真辛苦的故事。2012年头一届伫台东比赛，结果龙船沉落，互大家踢笑。尾啊16个队员就拼死练习，普通时用沙条当作船杯，参边的排水沟当作溪仔，练体力练配合度，总算互因拼到金牌，变作原住民的英雄。很多困难，因为有时候英文听不懂，然后比如说我们在最外面听不到裁判说开始的口令。受到比赛过程拄到各种的困难，实在足辛苦的。不过因甲2个奖杯帽咧，转去到部落受到大家欢迎的时阵，不管过去留偌济关，嘛拢感觉有价值啦。记者综合报道。前2天啊，这个车白也就是24节气的白露。人咧讲龙井树白露油，白露草家己拗。当年白露这段时间，也就是白灵溪飞尾南平的时间。婚姻古溪乡上湖产者，伫咧中秋节前后这段时间，有9千9万只的这个白灵溪规定飞过，伫咧半空中那亲像是一条河共款，场面有够大。都人利用空中翕相机翕到一年一届，精彩画面。规定的白灵溪顺清水溪靠气流伫天顶飞，变作袂输那一尾白龙同款。但你旧日白露的时阵，白灵溪就会向南边飞。规定的白灵溪伫天顶飞，香港是世界级的景点，着民众用空中摄影机把这个珍贵的画面翕落来。就是要全部手动模式，然后你要随时注意你的荧幕。因为如果你看用那个目视的话，根本看不到，已经飞很远了。我是跟着鹿群，跟在它后面，然后保持一定的高度。云林古溪江湖村伫清水溪边，因为地形的关系，10万只的白灵溪咧潜水的时阵，会伫遮飞20马，正做上水的景点。这个虎它会在这边盘旋，这几天最多的话看到上千只了。因为它就是慢慢现在开始就大量一直白鹭鸶会一直南迁。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嘛讲，白灵溪上济时间是中秋节20马到重阳节，对这种白灵溪特别的生态景观有兴趣的民众，买当安排时间亲目睭去看卖咧。记者综合报道。后日就是中秋，高名出名食烫海的这个餐厅，特别伫咧中秋要来杀几套的油仔餐，有牛排、龙虾，也佫有鸡肉，互人敢若看到嘴软插插的。大家好，我是张轩瑞。有时候爱情来了，挡也挡不住，但是是你的吗？一边喜欢，一边发现，因为喜欢你，我才真正的认识了我自己。爱一个人，从来都不是对方的事，是自己的事。慢慢你就会懂。一起努力吧，我的男孩。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我的男孩。这跟发现是我追车人好像同一个人。你上次说的那个钱，银行说暂时不能动。究竟现金8000万又要怎么躲得过机场的安全检查？腾升银行什么时候才会做一个说明呢？立刻找到一个可以转移话题的焦点。小江大一个，他大雨一定会来耶！不是海南机关枪吧？我刚刚接收到一个爆料，你们要把它弄下去追一下。有没有啊？赶快拍，赶快拍！每周5晚间10点，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那我觉得很可惜，那个产业就消失了。
那等到我有机会接触到这个天然染色，那我就觉得说，我要把这个东西找回来。然后我觉得做这行很有成就感，然后让声音这样的朋友穿起来都会笑得好开心啊！我这个腿终于不动了啊，那种感觉真的很好。每个礼拜天带您寻找台湾感动力。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来看到免费会当来到厝内替人摒扫天骹下，哪有遮尔好康的代志？结果原来这是要强迫推销，叫人都要买这台要8万块的吸垃圾清洁系统。业者当场把产品拆开，强迫人都要买，啊若无想要买，迄当时嘛歹势讲无爱。台中有人用了后，感觉讲真歹用，想要退货，煞袂使。事后嘛发觉讲，拄到这款的情形的受害者，唔那敢若伊一个，算的超过20外个，气甲丢骹凳地。准啊烧酒甲消基会投诉，这个根本是一个不得安宁的噪音啊！就是这台机器，互民众气甲要害去。当初伫咧设卖场的时阵，业者讲会当免费来到厝的，替你斗摒扫去营业。想不到上尾根本就是家己自找麻烦，搁互人强迫推销这个我要8万块的室内空气甲这个大的清洁系统。吸尘器啊，真的很棒。但我经常使用它是。我几乎全天候我都把它开着。推销就是这台艺人吴宗宪咧推荐，佮标榜讲会当甲当做吸尘器，啊，佮有空气清净的这个功能。业者当讲会当副产品，佮当场来甲拆封，民众感觉无对当，想要退货，煞互人刁难。有压力，然后他就只拿出一堆，就是很多人买过什么的，然后又是吴宗宪推荐的什么，就拆封了。然后直接就是用新的机台出生了，当天想要退货，然后他们说就已经拆封了，就拒绝退货。总公司讲这都要找业务，不过业务根本都唔接电话。上尾这个业者伊有打电话讲会使退，不过国外佫加开7900块的费用，民众无法度接受。事后发现讲有超过20外人拢拄到同款的状况，嘛才来甲消基会投诉。如果是房屋买卖的话，为了要特别保护消费者啊那消保法第19条规定了消费者是可以在7天之内不附任何的一个理由，不用理由就可以解除这个买卖契约。消基会认定讲，这个消费者愿意留这个基本资料给业者，唔是讲安尼就是同意业者来推销，也是买产品，这是因为会当免费来体验这个清洁的服务，所以向让人来推销，欠缺这个事前的准备，嘛唔知讲要安怎甲拒绝，也是讲当下想讲这个产品真下用，这是属于消费者保护法内底的访问交易，消费者有7天的解约权，业者行销手法引起这个争议。原来这个免费的是上贵的，消费者去互人献大耳。家己都爱较张持咧。记者综合报道。王者心情食饭时间，手路菜要带大家来食无共的手路料理，来看到高雄出名食烫海餐厅。因为中秋节要来啊，特别设几套的油仔餐，都有这个牛排、龙虾，也佫有鸡肉，有中式嘛有西式的食材，拢会当相夹。突出料理拢有参台南即马当着时的文旦油，各种煮食的方式，有的上香的，有的上咩咩火落去炒，好食佫香，互人嘴烂插插地，身魂险险啊对去。一手提烤啊，一手提油啊，师傅真注心咧替牛排调特别的酱料，一刀甲切开，色真水，汤个济，油啊烟熏牛排，让人看到嘴烂插插的。镜头来到另外一边，真正的龙虾甲鸡肉用大火炒过，升起来了后，浇酱料，搁摆几瓣油啊落去，香个水，看起来真好食款。8大厨都有加入柚子的元素，那我在这边呢，特别呢是要提到一个的，就是我们的龙虾料理里面有加上柚子。原来是中秋节要到啊，有名的食甲饱的餐厅专工杀油啊餐出来，用东西方的食材来做创意料理。在这个秋季的时候，柚子最盛产的时候，我们拿来做料理。那不仅做料理呢，我们还在现场，让我们每一位莅临的宾客都可以带一颗柚子回去，好，那一起来享受这个中秋的感觉。餐厅首先的出头，突出料理拢有用到油啊，油啊创意料理唔拿到时，嘛成功引起人客注意。记者综合报道。赶紧来听韩国组上新的讲法。是一个台大教授，美国 Fletcher 毕业的，然后选举的过程刚开始，大家这么肯定他，最后被一连串的抹黑、重伤、扭曲，
使得他在选举的过程也是伤痕累累。我只是比喻丁守中委员受到这么多不公平的抹黑待遇而已。拜托大家把所有的讲话从头看到尾，好吧？谢谢。馆长说，劳动到是6场，所以要经费多余的空间。他妈妈有跟你，谢谢。好，继续要带大家来吃古早味的鸡卵糕，这是新竹市城隍庙附近的老饼店，上界出名的看板就是脆鸡卵糕，有传统的红豆仔，也有蚵仔口味，有咸的卤味滋味。老店第2代头家叫做杨凤总，伊讲脆鸡卵糕要好吃的秘诀，就是一定要逐工现做，并且6点钟拢会出炉，人客摕到的时也阁熟熟。拄出炉的水炊鸡卵糕，放伫塞车顶悬，准备要送出去卖。不少内行的主顾客早过来门口咧等啦。要水蒸蛋糕吗？要啊，我要芋头跟红豆。中的吗？好。这间伫新竹市城隍庙边的老饼店，店内招牌水炊鸡卵糕，因为料济滋味阁好，互真侪人安尼一个食，阁是几落10年。别家的都比较硬，然后又很油。可是他们家的都不会，就是很松软，吃的不会油腻，可以吃很多块啊。他们的芋头几乎都天天送达，每天蒸的，所以都很新鲜。甲鸡卵甲倒入去芳机仔内底拍，等2人甲2星拢起泡了后，再甲倒入去这款鸡球筋的面粉。甲卵甲这个面粉甲搅好势了后，再搁掺糖，继续15分钟一直甲拉。等到正焦匀了后，再搁掺一摆面粉。慢一点啊，慢慢倒。用这个手炉做出来的面糊，伊制作出来鸡卵糕，伊的口感真好。等到变打烤的时阵，就会当来继续刷落去。就是这样子，低不会低啊，可是也不会说那个太硬。杨花总，伊手捏一球一球的面糊，甲放入去这个模仔内底。因囝杨志宏，佮负责来甲这个面糊甲过好平。爸囝2个人斗3更做伙做，真紧佮甲这个面糊甲定型，了后甲送入去炊床内底。老店从这个民国30年创立到今。第1代头家杨钦燕对这个做庄仔窑转到这个糕饼业，伊从较早到今拢真坚持古法来制作，无掺其他的这个化学物件，安尼嘛，互店内这款水炊鸡卵糕会当热卖一架子。要来收掉这个好滋味的第2代头家杨花总，就算讲已经60外，为着要甲这间老店甲做好大拍卖，伊带因囝杨志宏做伙来拍拼。有那种阿公阿嬷。甚至或是爸爸妈妈带着小孩来买，那这水蒸蛋糕对他们来说也是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回忆。那经过多年以后，他们有时候想念起阿公阿嬷的感觉，他会想起水蒸蛋糕的感觉。所以这个口感、味道，我们是会坚持到底，绝对不会轻易的改变。实际上我在外面的话，在那边在思考问题的话，每一个客人经过说啊，这家蛋糕很有名。这家蛋糕很有名，可这样就心里很安慰了。杨家的人世代交替，坚持用心来做出这个古早味的水炊鸡卵糕，这个好滋味实在让人真想念。记者综合报道。大家好，我是张轩瑞。有时候爱情来了，挡也挡不住，但是是你的吗？一边喜欢，一边发现，也因为喜欢你。我才真正的认识了我自己。爱一个人，从来都不是对方的事，是自己的事。慢慢你就会懂。一起努力吧，我的男孩。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我的男孩。这跟发现是我追车的人好像同一个人。你上次说的那个钱，银行说暂时不能动。究竟现金8000万，又要怎么躲得过机场的安全检查？腾升银行什么时候才会做一个说明呢？立刻找到一个可以转移话题的焦点。小江大一个，大鱼一定会来耶！不是海南机关枪吧？我刚刚接收到一个爆料，你们要把它弄下去追一下。有没有啊？赶快拍，赶快拍！每周5晚间10点，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
罗小飞，我要开始爱你了。2017新时代优质偶像剧，林心如、张轩睿、李李仁、高胜远、严艺文、屈周恒、张本鱼、温真菱、许光汉、张广成、金喜卡斯惊叹登场，杨锦华、Melody、谢家健、徐伟宁。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我的男孩》。多久没新闻了？他那一首《一见钟情》，我到现在还会唱哎，真的是老。人家不是都说吗？你要非常的努力，才看得出毫不费力。你哪个时候回来？我有话要跟你说。你不要再骗我回去了啦！郭豪生现在很需要我。拜托你不要为了钱跟那个豪生在一起。每周五晚间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得奖作品是台湾电视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湾文创新势力，从家乡出发，获颁文创产业新闻报道奖。优等奖台湾电视台。爱你不需要血缘，获颁社会光明面新闻报道奖。每个礼拜天带您寻找台湾感动力。大王，你看，一个中秋的时节咯，月光明，伊个月光的露水，扬在天。我觉得很可惜，那个产业就消失了。那等到我有机会接触到这个天然染色，那我就觉得说，我要把这个东西找回来。然后我觉得做这行很有成就感，然后让声音这样的朋友穿起来都会笑得好开心啊！我这个腿终于不动了，啊，那种感觉真的很好。每个礼拜天带您寻找台湾感动力。电视歌剧第一品牌，请收看咱台视优丽花歌剧，有大家上喜意的《吕布与貂蝉》。啉落，你看你这辛苦。上感动人心的刘三伯甲祝英台，世界三号的双手着温良。还有李麻华太子的单身救主，上精彩优丽花歌剧，你一定要收看哦！每礼拜一到拜五暗时8点，请收看咱台视优丽花歌剧。限时内需将所有人戴的头纱吹到头上。啊，这个太下流了！好久没有是穿不进呀，那运动，太故意了吧？感谢福尔尿酸机冠名播出。大家好，我是林心如。有时候爱情越平凡越珍贵。在别人的故事里，我们都是智者；可是，在自己的故事里，往往只是卤蛇。如果爱情留不住，至少也努力不让自己留下遗憾。一起努力吧，我的男孩。9月16日起，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
我的男孩。大家好，我是张轩瑞。有时候爱情来了，挡也挡不住，但是是你的吗？一边喜欢，一边发现，也因为喜欢你，我才真正的认识了我自己。爱一个人从来都不是对方的事，是自己的事。慢慢你就会懂。一起努力吧，我的男孩。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我的男孩。这跟发现是我追车的人好像同一个人。你上次说的那个钱，银行说暂时不能动。究竟现金8000万，又要怎么躲得过机场的安全检查？腾盛银行什么时候才会做一个说明呢？立刻找到一个可以转移话题的焦点。小江大一个，他大一笔一定会来耶！不是海南机关枪吧？我刚刚接收到一个爆料，你们要赶快弄下去追一下。有没有啊？赶快拍，赶快拍！每周五晚间10点，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罗小飞，我要开始爱你了。2017新时代优质偶像剧，林心如、张轩睿、李李仁、高胜远、严艺文、屈周恒、张本鱼、温真菱、许光汉、张广成、金喜卡斯惊叹登场，杨锦华、Melody、谢家健、徐伟宁。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我的男孩。都是多久没新闻了？他那一首《一见钟情不应该》，我到现在还会唱哎，哇，真的是老了。人家不是都说吗？你要非常的努力，才看得出毫不费力。你哪个时候回来？我有话要跟你说。你不要再骗我回去了啦！哇Okay, so 3, 2, 1, and let's go. So this is the island of Taiwan. This is our GPS. We have 2 GPS receivers. 福卫7号是全世界很少有的太空天气，然后有即时作业化的观测资料。3, 2, 1, 0. Okay, mission. Vehicles pitching downrange. 采用4K 高画质摄影机，还是用镜头记录福卫7号再次写下台湾太空史划时代里程碑。我们讲说一种革命性的观测改变，向世人证明我们有那能力，其实还蛮骄傲的。这样子的 moment 是很容易凝聚大家的向心力。我们台湾人对全世界人的贡献不可以被忽略。9月13日中秋节下午2点起，福卫7号太空任务1连3集，英文配音完整呈现，请锁定台视新闻台。好久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尾要来欣赏环英自由车的比赛第4站，荷兰俄罗斯荷兰新党范德伯尼，伊输人唔输阵，头壳摸咧向前冲，摕到这1站的冠军。新闻上尾插台做伙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怡中，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台车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大家好，我是张轩瑞。有时候爱情来了，挡也挡不住，但是是你的吗？一边喜欢，